伫新北市一间学校，国中3年的学生伫25迄天呢，互同间学校细过查甫同学夹倒攻击，挂着伊的颔棍，送病院抢救，毋过昨暗宣布讲救袂回来啊。新北地检署指派检察官验尸了后，初步确认这死者身躯顶10个所在有刀仔造成的伤痕，专案无排除向杀人罪或者是伤害致死罪来侦办。当时上课时间，学生陆续到学校。新北市一间校园25迄天爆发挂阿妈棍案，一名国中3年的学生，和同校的学生拿警察刀攻击刑砍甲阿妈棍，经过抢救，犹原3个死亡。我们经过证实呢，学生已经在昨天晚上辞世。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跟痛心。那接下来教育局跟学校会全力来提供家长有关于法律跟家庭支持的各项协助。细过10名学生，亲像要为女同学出气，拿刀攻击15岁查甫学生，造成伊大量失血，也失去生命现象。伫总治也克无救治，恢复喘气心跳，因过经过2天急救，最后死亡，失去少年生命。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指派心理师等人驻校追踪辅导，也毋过即马搁较表出受伤的毋哪一个。没有这样的状况了，我们讲的那个网络讯息从哪里来？我们看到网络讯息，我们就去再做求证，都没有这样的事哎。案件一直拖烧，网络搁传出，代志发生迄当时，有一名女同学遭击倒3工，手也受伤，因为学校澄清只有一个人受伤。查甫学生过身了后，新北地检署指派检察官上验，初步确认死者身上有10个所在刀伤，分布伫阿妈棍、刑砍甲卡夹片。我们只有处理详验少年刑事案件，要等到法院他审查重罪的话，他就会移给检察官侦查。涉嫌动手的4过10名学生已经获裁定收容，专案无排除转由杀人还是伤害致死罪嫌侦办。不过检方表示，相关案件调查也伫少年法庭，只要法院裁定以上，检方就会介入后手的侦办。记者综合报道。